Hello，咁多位大家好，歡迎到 Keep 頻道。你哋望下，我前排咧就出咗一個系列叫無牌駕駛同有牌駕駛。無牌駕駛嘅車咧撞成咁樣咧，嗱，雖然損毀好嚴重，嗱，今次實測一下個可唔可以？點解可以？係受傷嚴重。嗱，架車已經俾我撞到好損毀㗎啦！無牌駕駛威力，遲啲出個更加無牌嘅駕駛方法。正常架車已經報廢咗啦，咁樣整有排都整唔到啦。總之同你哋講啦，唔講嘢住。好，撞到一名警察啫。阻住我走啦！拖住架巴士走佬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哦！呢啲就係叫真正嘅無牌駕駛啦！無牌駕駛嘅威力係超強嘅。波啊！波啊！好，完結，再見，拜拜。